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号公司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海葵风台离开台湾，也毋过风台外围环流继续影响北部甲中部，又搁有今年第13号风台鸳鸯。总统蔡英文早起带团去非洲，咱唯一的正式邦友邦史瓦蒂尼访问4天，要来庆祝两国55档的邦谊。卫生福利部今年8月开始提供15岁到30岁族群免费3届的心理咨商，但是预约了，今仔宣布搁要增加7000多万的预算。新闻一开始来看，气象局伫今仔透早5点半解除海葵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早起8点半嘛解除海上警报。海葵风台登陆中国，嘛已经减弱做热带性的低气压。也毋过哦，风台外围环流嘛是搁继续影响台湾的北部甲中部。目前伫菲律宾东北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上紧哦，今仔日发展做今年的第13号风台鸳鸯。目前看起来会行向日本，应该袂影响到台湾。风台海葵已经走啊，气象局拜二透早8点半已经解除风台警报。但是气象局嘛提醒讲，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会带水汽入来，未来这几日天气真无稳定。到了今天中午过后，在午后热力作用的加强之下，也会有非常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出现，尤其是中部跟北部，我们不排除在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局部性大雨，甚至是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哦。另外，在西南部沿海的浪今天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在西南部沿海的浮标还是有侦测到2米左右的浪高。另外，气象专家嘛表示，目前海面上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伫拜二下晡会变做轻度风台鸳鸯，但是照目前的路线来看，会往北行向日本，对台湾未造成影响。最近风台一个接一个来，专家表示，到10月底之前，台湾附近拢也有低气压的发展，风台的季节也未结束。咱的这个菲律宾这附近这个环境吼，伊是这个低气压发展是较明显一线吼，所以伊这低气压若条件较好吼，啊伊就会变风台啦吼，所以咱吼即马看起来就是讲，咱9月份吼，未来1个月吼，同款阁有机会有一寡低气压发展，啊一般咱这个风台的季节就是到10月了后才会结束。专家嘛提醒讲，未来这几日中南部的天气无稳定，民众要出门都要加注意。也若后礼拜开始会豆豆透北风，中部以北温度嘛会略啊降低。记者林秀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南投县仁爱乡的波拉路桥两边的桥墩地基的流失是真严重。信义乡到95线4.3公里的所在，昨暗又搁发生第4届的水崩山，交通又搁受到影响。大雨当中，怪手当伫咧抢通作业，雄雄之间山顶的土石流冲落来，机械人员赶紧闪避。南投县信义乡到95线4.3公里的所在，4号晚暗6点外又搁再爆发土石流，东部村民实在是无法度相信，路才拄通又搁断去。没有办法。到95线原先4号下晡抢通，但是只维持5点钟，又搁去到土石流损害，连坎在的信义乡长拢一度受困伫咧东部村。5号早起8点外开始抢修，已经伫咧10点40分抢通，维持单线双向通行。但是伊烦恼最近拢是西北风的天气，只要落雨超过半点钟，土石流就会一再发生。早上大概8点半就已经做抢修的动作。以现在的天气形态，大概下午都会下过雷阵雨，只要是下超过半个小时，石榴还是会流传下来。仁爱乡罗山温泉区沿海的山壁崩起，头路湾市的溪水又原是大又搁急。湾港通车干了3年的布拉路桥，两边桥墩的地基拢出现状况，赶紧封闭。南投县长柯淑华5号前往勘灾，
表示会马上来抢修。可以说是几乎民众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道路可以行走了，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作为现在目前最优先要来处理的工程。那我们会请厂商加快，先把这个沙土回填，然后再用那个钢构把它固定，然后把整个桥墩的安全性能够顺利的话，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个简便的一个通行。乡公所表示会马上来回填，以钢构来支撑桥体维持安全。登记是要申请灾后复建的经费，但是塔罗湾市的土石量预估增加10万立方公尺，好层的地形产生巨变，会让灾后重建增添变数。记者南投报道。海葵风台已经减弱做了大型的低气压，也毋过从金门嘛是个真侪所在龙哥的淹水，有的是淹到脚头污。金都风台海葵已经伫早起7点登陆中国广东，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金门伫今日透早脱离海葵的北风圈，所以气象局早起8点半以前，就已经解除陆上风台警报甲海上风台警报。虽然台风远离减弱了，但是台湾仍然是在低压带的范围内，天气环境依然相当不稳定，要特别留意午后大雷雨的状况。整体来说，要到周末期间，整个水汽才会比较明显的减少。卡瓦面汤全部拢铺伫水面上，受到海葵风台影响，这是金门全岛地势较低所在全部拢淹水。金城、鳌峰港一间庙，搁较是水淹到脚头区，民众只会当无来看到大水入侵。今天虽然雨势不大，但是实际下了很久一些路面的水都集中在低洼地区那本来排水沟就不大了，所以造成淹水。当地人看过土沙水一直运出来，规个路面变作河流，部分路树也互强风吹倒。相关单位紧急出动怪手支援，金城停车场的围墙也互大水侵蚀崩塌。海葵侵袭期间，金门累计造成大约1032户停电，台电随派员抢修，并全速复电。即马金门脱离北风圈范围，当地居民总算会当好好的开始整理家园记者综合报道。海葵风台嘛造成真严重的农损哦。伫花莲玉里赤科山的金江花，加在风台扫过，无啥损失。也毋过山区的产业道路因为大雨中断，目前金针是当要采收。农民是真烦恼，讲若是无赶紧甲采收的金针再落山砍锁，金针真紧就会烂了了。花莲玉里镇赤科山顶规片柑仔园，海葵风台虽然强，也毋过并无对这个区域金针造成拍倒，也毋过落雨了后的金针当真紧开花。农民想要采收，却因为山区道路断站，工人无法度上山。那采收的金针也因为山区停电，无法度后坐。没有电，没有办法烘干，金针都损失差不多4成至5成。有发电机也没有汽油，也没有办法，连续2、3天都没有采，都现在花一摸都掉了。赤科山进前就因为0918地震影响上山道路受损严重，即摆海葵风台大来风雨，佮造成主干道甲德林产业道路拢断站，目前山区还有20多户掉伫遐。希望赶快抢通道路，恢复电力，然后让我们的手机的通讯都可以恢复正常。另外就是粮食的部分，因为道路不通，所以目前为止粮食的部分可能仅供再撑个2天。关府农业处表示，已经请发包收路厂商协助抢修，另外也会请救灾单位进驻。也不过因为天气的影响，目前无法度估计什么时阵抢通。另外，金针花受损的情况也会向中央来申请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海葵风台扫过高雄主管区真侪菜园到达水果也未退。农民是表示讲，损失至少3成，亲像是汤匙菜、油菜拢有水伤。农民嘛真怨叹讲，小连续拄到风台甲大水雨，损失是真大。趁早起天气好，农民困累，拢咧采收菜苋，有偌济就收偌济。这是主管菜苋专业区。海葵风台扫过高雄才拄离开，有的菜园拢进水到大也未退，来地数真侪菜苋拢淹水受害。迄落白菜、油菜、青江菜啊，这种叶菜类较袂堪这雨拍，堪风啊。你像叶菜类，你有看拢连，伊拄着水就连去啊。还是讲用菜较会堪这水啊，无嘛是共款爱受损啊。高雄市主管区是种菜苋为主，
主要是提供予国军甲学校营养午餐。最近天气是无稳定，小连续是拄着2个风台，来影响到菜色收成。农民是表示，大约是损失3成左右。后摆福建可能要等到9月底才有菜通收。因为风台还未来进前，咱遮规个菜的生长是拢真正常。这2个台风伊的接连而来啦吼，所带来的雨量嘛已经真充沛所以对于以后啦吼，对以后因为你整个雨量已经拢落来了，对以后有可能会较好种。会较好种但是当然啦吼，因为当地采收的蔬菜一定是有影响，有受损。因为产量减少，农会赶紧对其他产地来调货。主管区农会是表示，今年热天是真热，所以菜色是无好种。风台要入来进前，菜价嘛无偌好。即摆又搁拄着风台，互农民是白了工，敢来当继续种，来等待后一摆菜色收成。记者钟义辉、区兆勇高雄报道。风台扫过台东，造成农损甲民生的用水佮用电拢损失甲真严重。目前初估损失超过6亿。行政院长陈建仁早起嘛去台东县勘灾，院长表示讲，政府会提供相关的补助。经济部嘛保证讲，今仔暗头得恢复9成的供电。行政院长陈建仁到台东市用路排水系统听水利署运用间接计划伫地方整治排水工程成效。水利署说明，经过整治，这摆风台期间有效减少台东县饮水的面积，因为台东县这摆灾情严重，虽然饮水情况比过去有较轻，也毋过院长特别指示，台东县其他灾损的情况，中央会全力支援。未来要怎么样农业灾损的这个补助啦，还有相关复原的这个部分我们中央地方在一起来努力。因为台东环境各乡镇雨大风吹倒的路树真济，地海真侪电线，捌达到7万多户停电。经过2天的抢修，目前剩7000多户，也无水电通用。经济部表示，已经加派北部县市的电力到台东抢修，今仔暗下全力恢复供电达到9成以上。只要路有通的，我们一定会全部做完。那90%以上，在今天天黑以前，绝对会完成复电。这摆风台灾害造成台东县农业损失达到6亿外。陈建仁表示，会要求农业部全品项受损的农产品捐款补助，其他教育民生等的灾损补助，也会全力协助地方灾后复原的工作。要求内政部可协调国军，赶紧协助台东县灾后复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早起带团去咱国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进行4天的访问。总统表示讲，这届的目标是要庆祝两国55年的邦谊，促进影续合作。目前史瓦蒂尼是咱台湾伫非洲唯一的正式邦交岛，中国嘛甲伊看作是非洲的最后一块岛岛。所以中国这几天是提出真侪外交经济合作，想要甲史瓦蒂尼建交。总统蔡文5早起率团去台湾非洲的友邦史瓦蒂尼展开4天的访问。蔡总统表示，这摆访问2大目标是同庆两国55年邦谊，加促进永续合作。佮感谢史瓦蒂尼长期伫国际场合真有义气，拢咧为台湾讲话。患难见真情。这几年面对疫情、威权主义扩张等许多的国际的挑战，史瓦蒂尼总是站出来，坚定地支持台湾。史瓦蒂尼和台湾是熟悉的老朋友，更是互相扶持的真朋友。这是蔡总统任内第2摆访问史瓦蒂尼。史瓦蒂尼政府发言人认为，蔡总统来访问未互中国生气。苏国国王发言人佮讲，大使邦交是因为国家利益的选择，台湾一直是强有力的友伴。台湾外交部指出，已经非洲11个国家的真侪政要透过联合声明、社会媒体大文这的方式，表达欢迎蔡总统，同时肯定台湾的自由民主。不过，史瓦蒂尼作为台湾伫非洲唯一的正式邦交国，也安尼互中国看作是伫非洲最后一块岛岛。最近这次外交经济手段，积极要将诱过去。我记得我在任内跟国王请国王到我家吃饭。他说：“大使，你放心，跟中华民国台湾的邦交呢，不但是 will last not only for years to come, bu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但是你不能否认，不能排除他们国内是有一些被中共利益所图的政客
或者媒体或者是商界人士呢，也想要挖墙脚。我想今天的确是压力很大。争取世国大赛赵林指出，中国对世国的冷气压力一直增加。去年5月，中国水电公司告标世国的水坝建限想要影响内部风向，虽然大使防疫心管，不过中国一直理由之下，因讲是考验愈来愈大。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长高虹安牵涉诈领助理费被起诉。高虹安伫带团去日本访问进前，向向宣布讲副市长蔡丽青落任。民政处阁有城市行销处长以及主管这个人事案，嘛要对9月10日开始调整。有检察官背景的蔡丽青，嘛伫面册铺文讲，伊心内只挂念市民的权益，嘛望讲甲大家搁再相逢。新竹市长高虹安伫立委任内涉嫌诈领助理费，被起诉贪污罪，即马搁加爆出欺负人事大地当。伫带团访日进前，宣布包括副市长蔡丽青、文化局长纪康明卸任，甲民政局城市行销处长以及主管移动，9月12日生效。蔡丽青透过面册抛出会议的相片，回应外界关心，表示心中挂念的只有市民福祉，后会有期，期待再相逢。副市长被迫离职，是因为高虹安所赋予他的2大任务，他通通都没有达成。第一，要来揭发前朝的弊案，可是8、9个月过去了，我们也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大秘宝。第二，要来协助高虹安为他的贪污官司解套，可是高虹安依旧被北检起诉了。外界认为蔡丽青是防清时，为新竹棒球场事件看出线索。蔡丽青是检察官出身，高虹安照当伊的司法专业，清早新竹棒球场备端，佮担任棒球场工程体检会调职人，也毋过到今拢无具体成果。像5月棒球场开学，蔡丽青技术都无收到通知，传出2个人的关系是哪行哪远。另外，空出来的副市长，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小妹郭美兰红点名，也毋过郭美兰补贴是无遐的代志。爱用自己这个亲人来干预自己的党政，甚至市政的这个倾向深入人心。不止柯文哲想要，郭台铭想要，侯友宜也想要。高虹安正是因为把这个位置空出来，可以跟其他所谓蓝白合或是蓝白阵营的3个巨头去谈判。那高虹安贪污罪一审被判决有罪，就会被停职，由副市长代理。林冠年认为高虹安当咧布局副市长的竞选，唔那培养接班人，也作为政治谈判条件，牵动市府运作。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落大雨，总统府摆入破坏地区4个位啊，定定拢会淹水。针对中央2500亿的增加治水的预算，首都台北市无分到半省。蒋万安是呼吁中央应该爱斗3工。也毋过，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表示讲，台北市家己有编80亿的预算，有够通用来解决总统府附近淹水的问题。风台季加上极端气候，治水的问题嘛出来啊！议员进前讲，总统府边啊，只要是发生强降雨，就会因为排水歹造成淹水。阶梯再低一点点，脚踝差不多。针对中央2500亿增减的治水预算，首都台北市是无分到1块银。蒋万安发挥中央，希望会当帮助因。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讲，台北市本身是编80亿的预算，就会当来解决总统府边仔的淹水问题。台北市因为财力的分等，那所以治水预算比较是用在这个台北市以外的地方。那不过台北市政府本身也编列了80亿元的海绵城市的预算。这个足以来解决这个总统府周边的淹水问题。我们很希望中央也能够给予我们协助啊，不管是在经费上面啊，或是各方面的帮忙。和台北市增减治水经费拢无钱来比，10几年来，高雄是真积极向中央来争取治水的预算，包括增减经费在内，至少已经争取到100多亿。过去政府长期以来重北轻南，1982年的大台北地区治水经费已投入了1600亿元，高雄基础建设明显比台北晚起步许多，就得更加努力追赶。
台北市政府等待研议2030的防洪计划，想要提升河水下水道的排水标准，对目前78.8毫米提悬到88.8毫米。安怎伫无破坏旧城危机的前提之下，来提升排水量，水利处嘛有应用。我们的做法会把城墙石往外移动，然后再做一些混凝土的结构，把城墙石导入在那个侧沟的结构后方。水利处讲，拓宽切沟基本上就会当提升排水量，嘛和文化局透过民主审议来审定，确保会当保护城壁石嘛完成排水的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铁的德鲁古号事故已经发生2档外了，所各地事故的车厢发现真侪残骸。罹难者家属的律师陈明秀就指出讲，毋但台铁有责任，花莲地检署运安会责任愈大。运安会是表示讲，因的责任是找出事故的原因，将对行车记录器来做调查哦，危害毋是因调查的范围。花莲地检署是表示讲，要等到检视的结果，因才会过来对外说明。台地太鲁阁号的事故，在2022年4月初2，造成49死309个人受伤。最近却伫车厢的残骸内面，发现真侪罹难者的骨头。当地检署测试阁去7道机务单来敲找第1节到第6节的车厢，拢总是清出10地的物件。太鲁阁的目屎委任律师陈明秀讲，毋但台铁有责任，花莲地检署和运安会责任阁较大。这车厢完全没有被好好的去确认过，可这个车厢它不是一般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就是说事故的一个事故现场。那事故现场所有证据都需要被保全，还有被确认。陈明秀讲，台铁第一时间公开会议内，承诺讲会较紧来弥补和检讨，但是看运安会和花莲地检署煞无特别来回应。这个事故内面的罹难者家属，搁一摆看到违物的情绪是真激动。陈明秀认为讲，无查出危害是检调机关失职。另外，运安会对事故来做完整调查，包括罹难者和生还者的位，分析客票和坐票史上影响程度。在过程中嘛，应该要把车厢的遗物来做确认分析。看规个事故，对8月30日找到1底疑似危害，初一佫找到疑似18底危害，2支喙齿和94件毋是车厢的物件。初4敲找事故的第1节到第6节的车厢，佫找到1底危害，1支喙齿和56件的物件。有关于可能造成事故、造成安全问题的东西，我们会去搜证。我的人靠我个人去看一块也遗骸，因当时就有一些各权责单位他们也会去做嘛。与基隆地检署、桃园地检署来共同协调关于本案这个遗骸及遗物相关的辨识以及确认的动作。那一切等待相关的鉴识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予以回应。陈明秀认为讲，即摆规范上大的问题，就是伫发生重大的灾难的时阵，无定相关的流程，要求对一个机关爱做后壁的清点，呼吁政府莫互相来甩责任，互行政院找相关的部会来检讨流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财政部推动囤房税2点控，传出讲要甲建商的保留户2档内税要调悬到2%，超过2档上悬要调到4.8%。万讲鼓励建商赶紧甲厝卖掉。也毋过有中人是表示讲，税成本有可能会加伫厝价内底敢有可能会互厝价落价，这爱去观察。财政部推出的囤房税2.0，目前已经伫有个定数当中继续收集各方意见。2.0方案当中，将建商持有待销售房屋年限伫2年以内法定税率条款，为即卖1.5%调悬到2%，超过2年过期无卖出去的厝，适用毋是家己住的主体用房屋税率2%到4.8%。把建商以前可能囤在手上的这个房子呢，逼到市场上去，供给量增大化，那么对这个房价的往下压是可能会有帮助的。建商表示，新措施大大减少压力，尤其疫情了后欠料欠工，营造成本提悬，乡间有真侪建商挡袂牢，未来市场顶悬会剩规模较大的大型建商。
检视各地方政府目前建商宽限期限，以台北市上底只有1.5年，税率2%。桃园、台中、台南、高雄，甲新竹县市是宽限3年，税率无同。财政部表示，为何地方政府定差别税率有依据，即摆明定地方政府爱参考财政部公告基准定出，而且基准的户数甲税率结构目前还未定限。市场趋势往上，那我们会认为有很多的业者或许会把这些囤房的成本把它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也会造成工人的压力。另外，厝价是不是因为较济村的厝释出，可能有松动机会？房仲表示，若建商考虑税率成本贴到未计销，厝价要下修就未这么乐观。后续也是看立法院的审议结果，佮观察房市的变动。记者综合报道。人力银行公布上新的半导体产业人才培培数，指出讲今年第二季半导体平均一个月有23000个工作机会，甲去年同期有37000个工作机会比起来是减少真侪。2021到2022年晶片需求大爆发，半导体业正兴，不过为去年下半年开始，伫终端电子产业需求减少，半导体大厂陆续传出降价卖晶片加调节营运这消息，也互半导体产业人才动能来落车。人力银行发布上新半导体产业人才培培数显示，今年第一季半导体平均每个月人才2.3万人，甲2022年同期3.7万人比起来，落37.5%。不过北中南薪水差距已经毛大减少。就是整个北中南的薪水大概落差已经到1.16倍。台湾整个半导体供应链持续发展的状况之下，如果上游、中游、下游平均的能够到中南部发展，那我们预期整个中南部的薪水应该会慢慢跟北部能够对齐。虽然找头路人因本地的工作机会多，不过人力银行也点出，未来台湾半导体面对的是全球公司竞争，因为配合 AI 一条了后，半导体前景一定会继续。只是包含美籍中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也拢拼全力发展半导体，加上新世代少年人对工作价值观的差别，拢为半导体产业人才布局增加一寡困难。台湾你要知道这个半导体的这种专业的人才，日本很欢迎你过去，而且他给你永居这样的一个优惠哈，所以确实抢了会吸引很多台湾的半导体的人才往邻近的日本啊，甚至美国去哦。目前国内半导体产业面临的问题，除了少子化、非本科系想要进入一场限制较悬以外，重要是少年人想要读理工科的人数在减少，企业除了借出高薪来抢人才。如何定经技术体系，各慢慢调整教学内容，让少年学生应提早培养兴趣，调向半导体产业来发展，长期来才能解决人才欠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降低少年人自杀死亡率，卫生福利部今年8月份开始，要予15岁到30岁族群免费3届的心理咨询哦。这个少年族群心理健康的支持方案是真受到欢迎，部分县市拢已经预约了了。卫生福利部今仔是搁再宣布讲，要增加7000多万的预算，提供16000个人会通使用。一个28岁查某的上班族，因为细汉的时阵有心理创伤，对自我要求真悬。伊逐摆伫公司做干部，互长官批评的时阵，拢感觉压力是真大。加上和男朋友之间的相处是有问题，暗时常常拢困袂去，也是困袂好。但是因为面子，伊拢唔敢去看医生。好佳在进前是参加少年族群心理咨询方案，经过3摆咨询了后，即马镜头是改善真侪。他也知道。原来他的失眠是透过这个因应讨论，压力因应的方式在做处理之后，他的失眠就已经慢慢的也好了。其实亲像这种案例真多，根据卫福部统计，今年8月份这批15到30岁少年族群免费心理咨询方案以来，拢总是服务5700多人，使用的年岁是以24岁到30岁占70%是上多的，查某比查甫较多。因为反应真好，卫福部会搁开7800多班，搁来增加服务16000多人。过去1个月，我们总共筛检出
出来的30%的高风险，而且有转介到精神医疗机构的，就有高达1710位。卫福部强调，为着要让心理咨询和精神医疗，让更较侪人会当接受，会继续来帮助地方做心理健康服务资源，嘛和教育部来合作，建立学校自杀个案关怀转介的流程，为了引进澳洲的心理急救包，替少年族群来建构更较完善的心理健康防护网。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全台湾有144万人因为失眠困袂去就医。若是长期失眠这有可能是困眠呼吸中止症。也毋过目前台湾只有60间病院有困眠中心，所以想要做这款检查，拢爱排队。以台北的成功病院来讲至少要排半冬以上。变来变去失眠困袂去，是真侪人拢捌有的经验。啊，毋过若长期失眠，都要去看医生来了解，是毋是困眠呼吸中止症。一般人较歹去感觉到，啊，毋过若长期无重视，可能致使心血管疾病、忧郁症甲失智症这慢性疾病。另外，困眠呼吸中止症的原因有真侪种。因为你鼻过敏、鼻塞，你就会张嘴呼吸，张嘴呼吸之后，就容易舌头后倒，特别是睡觉的时候，所以就容易打呼。再加上说饮食西化啦、肥胖啦这些等等，也会容易呼吸中止这样。医师观察发现，困眠呼吸中止症有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健保署去年统计，有144万9855个个人因为失眠去看医生。不过目前台湾只有60间病院有困眠中心。以成功病院来讲，若患者要检查，平均拢会等半年以上，主要是困眠技术欠人力。搞不好那个送 Uber Eats 就是还是付 Panda， 你只要勤劳一点，其实薪水也差不多这样。他干嘛要来做这个轮班工作？我大概都招半年以上，都找不到的。各家病院人力欠缺的情形无同，加上健保提供的给付地数爱等真久，实际问卫福部台北病院困眠中心，上紧这个月12等有约，成大困眠中心上紧有约爱等到明年1月。林家模认为，要有更较充足预算提供给医术人员好的待遇，啊，若无短期之内问题恐惊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推动奥多拜驾训班，鼓励民众考驾照进前先去上课，一人会当补助13块。今仔台北市政府嘛宣传驾训班的制度，嘛呼吁讲，大家摕着驾照的少年人，得爱特别注意安全有民间团体嘛建议政府讲，应该爱取消奥多拜禁止行伫内侧车道的规定，安尼对骑奥多拜的民众较有保障。学校开学，侪大学生会骑奥多拜上下课，但是拄考到驾照的少年人无熟手，较接发生意外。初五台北市政府宣传少年人考驾照进前，建议先去上驾驶训练班。领取机车驾照前3年，我们发现发生事故的比例非常高。经过统计之后，上了驾训课程之后，考取驾照上路以后，降低35%的肇事风险。驾驶训练班业者讲，一开始骑车的民众上接因为操控奥托迈无熟手，致使发生意外。经过系统性的教学，通增加骑车的安全性。其实操控摩托车，它本身是需要很多的操控性，就是身体的协调性。比较最常遇到就是紧急刹车。那这时候你如果假设你没有去抵抗这个往前的惯性的时候，实际上就很容易让你产生一个翻车的一个状况。那这时候你就必须去用身体的力量去把这个惯性给它平衡回来。长期推动汽车路宽边宽的民间团体表示，虽然肯定机车驾驶训练班的制度，但是也讲，若要提升奥多拜使用者的安全，交通工程改善也是重点。挖那个闭车弯跟石头弯，它也是啊，因为现在机车被逼着的人骑外侧车道嘛，取消禁行机车要挖出闭车弯、急车弯，这就是一个对机车主有保障的一种工程方式。民间团体表示，现主是侪车路限制奥多拜，敢若会当骑伫上外边的车道，但是这大店有公车，也是车辆违规停车，致使骑车的人爱闪即寡车辆颠倒危险。因建议研究开放奥多拜骑到内侧车道，加上规划空间，互车辆路边停车，安尼骑车的人就会较安全。记者郭正春由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西方国家望讲开放乌海购物协议。
也毋过，罗西亚总统普廷暂时表示讲，西方国家得爱先开放罗西亚农产品会当进口，若无因未答应签这协议哦。乌克兰甲西方国家拢表示讲，罗西亚是真自私，敢若顾着家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普廷甲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测试伫俄国首次见面。埃尔多安对中科技全球，尤其是非洲、中东甲亚洲的粮食供应真重要。乌海各部协议希望破灭。Bu kapsamda Birleşmiş Milletler'le bir istişare önemli ilerlemeler içeren yeni öneriler paketi hazırladık. Bu yeni süreç vasıtasıyla netice almanın mümkün olduğu kanaatindeyim. Мы будем готовы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еанимировать зерновую сделку. Я сегодня об этом еще раз сказал господину президенту. И сделаем это сразу же, как только будут полностью выполнены все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ные в ней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Запад, мягко говоря, нас обманывал насчет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целей Черноморской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 оказанию содействия развивающимся странам, поскольку из 32,8 миллиона тонн грузов, вывезенных с Украины, 俄罗斯的粮食甲化肥虽然无受西方制裁影响，去年米亚出口量阁创着输成悬，不过伫货钱物流甲保险方面会分受阻碍。普廷表示，若西方国家实现承诺，俄罗斯几天内就用重回协议。乌克兰甲西方联合表示，这只是俄方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手段。就伫土俄会谈进前几点钟，基辅指控伫罗马尼亚边境附近的伊斯梅尔港和俄罗斯无人机轰炸。俄罗斯7月退出由联合国参详达成，主要是为确保各部会伫安全运出乌克兰的乌海各部协议了后，多瑙河的伊斯梅尔港将做乌克兰货品上大出口路线。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美国内华达州，因为下大雨，有7万外人调伫大型的活动会临节。苏马当局已经取消就地避难的命令，嘛无阁要继续封路了，所以真侪民众拢陆续离开了。几百台拖拉机、房车和各种车是小连续离开火人节的场地。主办单位是咧测试下晡正式解除驾驶的禁令，而且讲乌石城的退离行动是正式开始。较早的火人节总是有几万的参加者来到这，甲沙漠变作一个活动的城市。但是今年因为拄着大雨，原本的火人起码变作6公万人。We're going to have a hefty late fee for the RV. No matter what we can do at this point, we're going to have that because it'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to clean that after this. 当局因为大雨造成灾情，要求参加者较紧找所在避，尽量保存食米含水。外口的车嘛袂当阁入来，但是已经伫咧活动场地内面的车嘛袂当离开。主要是烦恼讲车安尼驶伫咧路公园顶悬，恐惊会甲车路底甲歹去，到时会阁较歹离开，互后壁阁较歹行。有人就用行去外口，再阁直接的车去附近的小店。Got trapped in the mud and everything was shut down, and getting out was a nightmare. This morning we were digging, we were on our hands and knees, like digging mud out of our tires. There's a lot of puddles on the road. We have thousands of people that are trying to leave right now, so it's kind of like a mass exodus. 乌石城对初1到初2早起，才无到24点钟，就已经落2个月到3个月降雨量。扫落来初4开始，西部的出日头变较干燥，温度差不多要摄氏24度，路公园的车路会变打气，到时要走较好走。另外，这段期间传出有人死亡，主办单位讲死因和天气无关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全球气候变迁哦，来看南美洲上大的淡水河滴滴可可河，因为性影现象，今年可化是真严重哦。水位降低，几啊百万靠旅游、渔业、佮农业、食青的民众日子是真歹过。另外，伫欧洲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哦，上大的冰河嘛，因为全球暖化，可能会伫8冬内消失。河边水位消退，原本停伫河中的船已经可化。南美洲上大的淡水河滴滴可可湖，目前是冬天，不过专家分析，受性影现象影响，河流雨量减少，面临可化危机。Está seco, ha bajado, el nivel del agua es bastante menos que los años anteriores. Sí. No hay comida para los animalitos, para las llamas. 根据秘鲁国家气象甲水文局资料，去年8月到今年3月之间，滴滴可可湖伫秘鲁这一边的普诺地区
落雨量比以前年平均减少48%，最为降低，对周边生活的差不多300万的居民带来严重影响，包含船只卡的扩花，重创旅游业。扩花也互当地主食马铃薯、藜麦这作物产量减少，甚至互畜牧业食物欠缺。Por estos meses estamos de tiempo de helada, ¿no? Está helando, ¿no? El mes de agosto, septiembre hasta octubre. De noviembre empieza a llover. Noviembre, diciembre es la lluvia. Estamos en tiempo, época de helada, de frío, estamos. Además el agua está bajando un poco.por falta de lluvia 云南地区今年冬天不只是真大雪，佫比以前较寒，雨情形佫较严重。甲8月初，当地已经2300只精生被寒死。北半球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顶的上大冰河阿达梅罗，同款也因为气候暖化，面临落雪量减少，冰河是一直扬落去的情形。Allora, dalla fine dell'Ottocento, quindi dalla fine della piccola età glaciale, il ghiacciaio è sempre andato in arretramento, a parte qualche piccola fase di avanzamento veramente molto ridotta. Dalla fine dell'Ottocento ad oggi il ghiacciaio ha perso circa 2,7 km. Allo stato attuale sulla fronte negli ultimi 5 anni abbiamo delle perdite medie di 15 metri all'anno, che però il solo anno scorso ha visto una perdita di 139 metri in un anno. Quindi 敢若是2021年，阿达梅罗冰河的落雪量就减少50%，积雪遍布，热天气温升悬，和结冰时间正做愈来愈短。根据联合国政府之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 的数字。这一区的阿尔卑斯山气温会伫2059年升悬1度到3度，到这个世纪末会增加3到6度。照这速度，阿达梅罗冰河恐惊会伫这个世纪结束进程就会消失。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西班牙脚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伫女子脚球世界杯冠军的颁奖典礼强占球员的事件，争议是继续摊烧哦。巴塞罗那伫拜一有几百人行上街头，要求甲卢比亚雷斯死头路。也毋过，伊是家己发声明讲，伊是互抹黑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首都巴塞罗那市中心半夜有数百人上街头示威，大部分是女性因受卫生关西班牙女子脚球员埃尔莫索伫世界杯颁奖典礼，和脚协主席卢比亚雷斯强针，佮要求将贬值。Totes amb la Geni, amb totes les futbolistes que han guanyat el Mundial i que ara estan fent vaga o estan sortint de la selecció i en contra de l'estructura que en aquests moments hi ha del senyor Rubiales i companyia. 卢比亚雷斯伫上星发出声明中表示，家己犯一寡明显的错误，暗过受无公平对待。西班牙男子脚球队长莫拉塔伫代表球队发出声明中表示，卢比亚雷斯的行为，互人无法度接受。Por ello, queremos lamentar y expresar nuestra solidaridad con las jugadoras que han visto empañado su éxito. Queremos rechazar lo que consideramos unos comportamientos inaceptables por parte del señor Rubiales.que no ha estado a la altura de la institución que representa. 但是发生了后，至少有15件针对卢比亚雷斯牵涉性侵犯甲滥用权力的投诉。根据 CNN 报道，西班牙检察官为去年热天就开始调查卢比亚雷斯牵涉滥用职权甲收钱行为。在纪律听证会期间，也和国际卡创暂时停赛。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宜兰县已经针对县内51个常常发生车祸的路口来进行改善哦。也毋过先继续嘛发现讲，有5个所在虽然已经有做改善，也毋过车祸受伤的人的人数甚至佫增加。县政府是表示讲，已经有向内政部来争取经费，打算要佫开上千万来研究，找出减少车祸的办法。民众桥倒摆去路口，互汽车弄着，甚至有民众是轰动甲飞起，救护车随到现场处理，好佳在是无人伤亡。要降低路口的交通事故，宜兰县政府是调整标线号志，佮增加行人庇护道。对你这样增加一个，它有一个缓冲，不然你站在这个路上，车子太长时候过来的时候，可能车身就会碰到我们。
民众认同讲要强化用路的安全，这是审计室的调查发现讲，县政府2021年完成51个路口的改善，其中新隆路2段、旧城南路和中山路等5个路口，车祸受伤的人数所一直拢真悬，甚至是逐年拢在增加。以新隆路2段、旧城南路和中山路来看，就算有科技执法，车祸受伤的人对3年前的5个增加到去年的20个。我觉得可能可以像台北一样设计那种，就是行人专用的那个思想，对。实际访问民众嘛认为讲，常常发生车祸的路口，车流量大，而且动线真乱，行人看起来是真危险。县政府讲，虽然一寡较做事的路口受伤的人是增加，但是根据统计，县内51个已经改善的路口，总受伤人数2冬来是一直在降，改善嘛是有效。那为了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路口，那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原因造成它容易肇事？那县政府会提出一个这个分析的这样子一个计划哈。县政府说明讲，为着去真正了解较会做事的路口形成车祸的原因，已经向内政部争取路口车各程度的分析计划经费，要开1072万，甲警方为事故过度系统化，较好做事的路口事故车祸的分析，找出减少车祸的解方。记者综合报道。观光局统计，全台湾3000多间的旅馆只有1000多间有提供无障碍的房间，还是优先的设施。民间团体是呼吁观光局应该要制定无障碍的标准，甲查询的机制。在休热期间，垦丁、南湾的海山坡，常常都会当看到真侪游客来这佚佗。但是，亲像这种海边的行程，对行政者来讲难度是真悬。去海水浴场玩哈，我常常都是我的伴侣就带着小孩下去沙滩玩哈，那我都只能永远就是在那个贩卖部那边哈，在那边等待他们。若是户外的行程，行政者出去佚佗，想要订一间较适合的旅馆，嘛爱开真侪时间。有这样的措施，但我们实际打电话问的时候，他只说他可以门口进出，然后还有电梯到了房间，然后还有无障碍的洗手间。但其实我们要到餐厅的时候就有阶梯，或我们要使用里面的设施，比如说温泉、游泳池、SPA 里面都充满了阶梯，没有考虑到障碍者的需求。根据观光局的资料，全台湾3436间旅馆，敢若1604间讲家己有无障碍的房间，也是优先设施。但是无障碍和优先红蓝做伙。真侪心重的民众是看无。不论是身障族群，又或者是高龄者，当他们要选择民宿的时候，他们很难就我们现在目前的资讯，能够清楚的了解到他是不是适合选择这样子的旅馆、这样子的民宿。推动一个标章，推动一个清楚的选择，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要努力为每个不同族群的需求提出来应该要做的方式吗？民众团体和立委是开记者会，要求观光局查全台湾无障碍房间的状况，佮建立无障碍礼俗标准和查核的机制，互完善的大房和设施资讯拢会当透明，才会当互行政者嘛会当有好的出游经验。到做新闻进前，观光局拢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学者研究指出讲，若是外来种无伫前5冬的黄金期来消灭，就真歹断紧咯。报告嘛指出讲，伫南投草屯发现的海象池，就因为是真早发现咯，所以有机会来真早全球头一个有法度断紧的外来种的案例。天高地的疫情严峻，今年已经累积超过4000例。而南部主要是透过埃及斑纹来探病毒，埃及斑纹就是外来入侵种。搁伫水面上看起来青冷冷的布地莲，是巴西来外来入侵种，压缩原生食物的成长。IPBES 4号公布上新外来入侵种评估报告，呼吁全球正视外来入侵种带来正大危害。一旦建立可繁殖的族群，基本上非常的难移除。外来入侵生物会传播疾病。威胁原生种，甚至是造成死亡，但防治成本非常高，必须要把握5年黄金期。南投草屯2019年发现海洲池入侵，为南美洲来伊会食本土的四脚，毒线会互小动物死亡。好在在东华副教授杨义如研究团队2-3年来，号召规千人厝的志工来移除，为逐个月150只降到80只以下。少部分的个体还是有繁殖了哈，所以我们今年还是很根除。可是如果再给我3年的话，我希望
它可能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根煮海蟾蜍的案例，有可能。学者指出，国内大约有243种入侵的生物，和农业部公告优先防治长期管理，监测有21种，包括小花蔓泽兰、红火鱼、动食物、哺乳爬虫类拢有。上新国际报告显示，全球入侵外来种造成6成的物种灭绝，支出达到4230亿美金。建议全球应该拍拼2030年减少50%外来入侵种。记者林俊丹从回台北报道。来看台南市的黄金海岸甲闸门溪口早起传出海底扩大，赶紧通报救援中心甲海巡署，将因送到城大去抢救。风台过了后，民众一透早伫黄金海岸来运动，意外发现有海猪掉伫海岸边。啊，看到鲸豚搁浅了，我甲拖出去遐要想要游倒出去啊。结果伊拢游，就是左右在那边游来游去啊，游袂出去啊。海巡的岸巡在队，甲鲸豚救援中心的人员，虽然是有尝试互这只海猪杀倒去海当中，但是因为海涌真大，搁加上海猪是真弱，无法度游倒去大海。救援人员只好一方面是安抚海猪，另外一方面调派火车，准备把海猪送到新台鲸豚中心的临时治来安置。那目前看起来，它状况还蛮紧张的。我们目前的讨论是会把它后送回到成大的那个研究中心。另外一方面，伫闸门溪口南岸，有一只海猪掉伫海岸边，这只海猪身躯顶已经明显的伤口，状况是真无好，同款嘛只会使先送新台鲸豚中心。以我们的判断，就是因为最主要这2种海豚，它大部分都是在台湾东海岸或者太平洋的地方。对，所以它不是出现在西海岸的种类。所以为什么会过来，就是比较不排除，就因为最近连续台风嘛，而且是从那个东边往西推的，所以不排除就是可能因为台风。不过原本的四侧鲸豚抢救站因为受到风台影响，建筑物是损坏，嘛增加后续救援的困难度。因此，这2只海猪嘛临时送往新台鲸豚中心，将会由兽医新诊治，再由相关单位研拟进一步后续救援计划。记者王正훈台报道。菲律宾的夏尔高岛因为和风台2021年和风台扫过，佮加上疫情的影响，岛上有8成的学校已经停课2冬外了。咱台湾的团队晚山呼唤，甲当地 NGO 合作，和这囡仔当登去学校，坐伫教室内底上课哦。台语台行入世界的边界专题，咱就做伙来关心当地囡仔的教育。ESPO 是当地小学，这个猪是每一个学生的宝贝，因为2年前的风台，甲学校的猪大部分拢拍歹去啊。晚上呼唤，从当地的学校合作，买了真侪猪，放伫每一间教室内底，希望学生有较侪无共的学习机会。伫咧菲律宾，国小3年就开始用英语上课，这课本也是使用英语，所以晚山呼唤和当地 NGO 合作嘅阅读计划，会依照无共年级背适合因阅读能力嘅册，互囡仔会当看有。鼓励小孩们写读书心得，去追踪他们阅读的成效，然后这个读书心得也可以换奖品。学校安排固定的阅读时间，也规划户外亮灯啊，当作是朗读教室。晚上呼唤也用册当作是奖品，鼓励学生用画图代替读册心得，设计各种符合伫这引导模式，鼓励囡仔会当加看外册。We saw the impact. We are now trying to replicate the whole program in all the different elementary schools. 阅读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各种类型的阅读成效，也启动当地市长想要扩展这项计划。The book, what you love. You love reading. You love reading. 你看囡仔迄看册表情啊，你有感觉哦？真正囡仔比我更加认真，这毋过是一个
每一个父母拢希望看到的情形。虽然学生囡仔刷做的时间未到3年，不过晚上呼唤相信讲，逐工阅读的累积加上更较侪教育资源入来，囡仔将基本会登到稳定教育的一条路。记者洪兆成、黄文良伫菲律宾下尼国队采访报道。一般交响乐团演出的时，观众拢会点点啊欣赏。也毋过伫丹麦有一场海顿音乐节有一阵狗仔会对乐团的演奏一边飞，伊嘛真做是乐团的成员，咱做伙来看卖。在台顶指挥的动作，乐团搭咧演奏乐曲，佮搭配几只狗仔无共相应叫声。这是丹麦室内乐团演出的曲目，是有名音乐家莫扎特的父亲，嘛就是老莫扎特李奥德莫扎特创作的乐曲《帕拉交响曲》。The symphony is in 3 movements, and in the last movements we will hear the hunt to begin, and we will have shootings, and then the dogs will start to bark around the scenes, and we will have 3 dogs on his signal that will bark around the orchestra. 为了紧做会当搭配指挥的狗仔歌手交响乐团，伫4月开始募定，会当听主人指挥发出叫声的狗仔，佮特别举行面试。现场有真侪主持嘛真用心，互新来的狗仔尽力表演，争取因上台表演的机会。We like classical music very much in our family, and we have been to several of their concerts. And when we saw that they wanted dogs to audition to participate at this Haydn Festival, we thought that would be fantastic. 帕拉交响曲是一首以法国号甲管弦乐器做主角的乐曲，内容爱用庆声甲狗仔吠的声音来斗相共演出。伫管弦乐团甲狗仔主人过去一直演练配合之下，这狗仔伫正式演出的时阵，嘛互乐曲变加更较好听特别。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下晡半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